嚟到年尾，想同 friend 聚會慶祝節日，係時候等我俾啲 idea 大家啦。今次精選咗3間西餐廳，包你哋食得寫意又滿足啊！第一站嚟到 Victoria Restaurant， 餐廳嘅裝修優雅舒適，感覺好寫意，座位嘅空間都好足夠，完全唔會覺得逼仄。主打之一嘅法式鵝肝多士，配搭咗酸酸甜甜嘅黑醋，口感又脆又嫩，作為前菜就最好不過啦。寶雲酥羊架嘅外層係香脆嘅麵包糠，內裏肉質豐富，等30分鐘都值得啊！自家製甜品方面，特別推介 Tiramisu， 每日限定15至20份，而朱古力流心心太軟，食落非常鬆軟。朱古力流心入口即溶，配埋雪糕食，一冷一熱超滿足啊！第二間餐廳就行比較清新嘅路線，裝修以木系同植物作為主調。餐廳嚴選 Superfood， 提供多款營養價值非常高嘅食物，無論係肉類、新鮮蔬菜、素食、甜品、熱湯同埋糖水都應有盡有。呢個咁精緻嘅下午茶套餐入面有迷你吉列蝦漢堡、炸忌廉蟹肉餅、馬卡龍等等嘅甜品同鹹點。呢一款野換螢火串燒係野火系列4道菜嘅其中之一，用烤爐將鴨胸、魷魚等食材同多款雜菜燒到帶有焦香，好適合一班人 share。呢一隻火鳳凰亦夠晒野火啊！上台嗰時用白蘭地點火，視覺效果一流。餐廳選用肉質豐富嘅三黃雞，以啤酒醃製，令肉質更嫩滑，每啖都刺合留香。海鹽焗原條鰻槽用鹽焗嘅方法，緊緊鎖住魚肉嘅鮮味，加上檸檬、香茅同檸檬葉燒製，增添泰式風味。配搭埋自家製嘅泰式醬汁，非常之醒胃惹味。食好嘢之餘，梗係要配埋特飲先滿足啦。菠蘿黃金樹有綿綿嘅沙冰，飲落夠晒清爽。天然蝶豆花白雀茶 tonic， 將花香同茶香融為一體，有助放鬆鎮靜。蝶豆花仲有抗氧化功能添啊！Gathering 當然係唔少得飲返2杯超下啦。呢一間酒吧就選擇咗行創新嘅路線，結合咗手工啤酒同魔術元素。除咗每星期都會更新唔同嘅酒類，喺夜晚更會搖身一變成為魔術表演同 live music 嘅場地。食物方面，招牌麻婆 mac and cheese 將芝士通心粉同麻婆豆腐結合起嚟，混合花椒油同辣椒油作為調味。記住趁熱嘅時候撈勻，同時食到香濃嘅芝士味同麻香，口感同味道都充滿層次。呢個自家油封鴨腿配手打薯蓉真係落足心機啊！鴨腿經過醃製過夜，同埋慢煮6個鐘之後再煎香，食落皮脆肉嫩，加上秘製杜松子、香草等等嘅香料，同埋醬汁，令味道升級。呢杯咁有特色嘅酒，原來係青檸蝶豆花蜂蜜酒，佢嘅甜味較重，好易入口，推介俾平時少飲酒嘅朋友啊！呢一款薯條亦都好特別㗎，因為配搭咗3款充滿港式風味嘅醬汁，腐乳醬微辣帶鹹香，腸粉醬就係芝麻醬加甜醬，而燒鵝醬就係酸梅醬，酸酸甜甜咁。快啲約埋班 friend 食住好嘢，過一個寫意嘅聖誕週末啦！記住 CLSS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Regather 頻道，一齊發掘更多美食啦！